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馬馬頻道。呢兩日咧，香港馬圈最 hit 嘅話題就莫過於冠軍騎師潘頓，就喺眾多嘅4歲新星入邊咧，就揀咗瑞勝人生作為佢2026年4歲系列首關嘅坐騎。咁琴日有啲媒體，包括呢個星島馬經啦，就話潘頓喺賽後咧仲喺度舉棋不定嘅時候咧，廖康明因為等佢嘅回覆等好耐都冇收到咧，就決定將呢白鷺金剛俾咗布文騎。不過今日最新咧，根據呢個外國媒體 idlehorse.com 嘅報導，我會將條 link 咧擺喺條片下邊，大家可以去睇啦。咁佢哋就係親口同廖康明同埋潘頓確認過，喺禮拜日晚遲啲嘅時候咧，潘頓係有 send 個語音短信俾呢廖康明，確認咧就唔騎呢個白鷺金剛嘅。咁而且咧，潘頓喺嗰個採訪度仲有解釋嘅原因喎。咁佢當然有提過呢個係好艱難嘅選擇啦，因為匹馬都好出色嘅。咁白鷺金剛咧，佢就認為佢個心智仲未完全成熟，所以令到佢好難睇得出佢現階段可以去到咩程度。至於小鳥天堂咧，潘頓都一樣要忍痛割愛啦，因為匹馬可唔可以跑到2000米嘅長力咧，都係要估嘅。1600就一定冇問題，而且仲有爭勝機會添。不過潘頓最終都係揀咗瑞勝人生啦，因為匹馬嘅心智同埋佢嘅進度啦、狀態咧都已經到晒位，而且2000米嘅途程亦都冇問題啦，因為佢喺巴西咧係贏過巴西打比2400米嘅 G1。而且瑞勝人生嘅幕後咧比較 flexible 啲啦，佢就冇鎖死潘頓一定要跑晒3關嘅，所以潘頓咧可以跑咗經典1里先，決定之後點樣。咁相信啲馬迷朋友同我一樣咧，都知道瑞勝人生咧曾經喺舊年9月就係佢試習操練之後啦，就被診斷咗係有喘鳴症嘅，即係一個 RORA 嚟嘅。咁根據香港馬會嘅網站咧，馬匹喘鳴症又叫做後偏癱，即係話一匹正常嘅馬咧，假如佢喺劇烈運動嘅時候，佢嗰個氣道入口，即係個後部就有左右兩片肌肉係會擴張嘅，就擴大咗佢嘅入氣口，咁就幫到啲空氣大量入到去肺部咧，就支持佢啲劇烈嘅運動啦。咁但係假如有喘鳴症嘅馬匹咧，佢呢兩片肌肉或者淨係單邊啦，就有呢個神經嘅問題嘅，就令到佢冇得擴張，就好似圖中右邊嗰隻，咁就入肺嘅空氣就減少，就影響咗佢嘅表現嘅。咁根據呢個美國獸醫學院網上一啲資料啦，喘鳴症根據佢個嚴重程度其實分4級嘅。咁第1級其實係屬於正常，即係話個後頭兩片肌肉其實係完全可以打開個氣道嘅。咁第2級咧係屬於輕微，就係話其實佢最終嗰個氣道口咧都可以打開晒嘅，只不過佢就係慢啲或者係冇咁有力。咁第3度就係中度嘅喘鳴，就係話嗰個兩片肌肉開得唔夠大嘅。咁第4咧就係直頭嗰兩片肌肉好似癱咗咁樣，就開唔到嗰個大啲嘅窿，咁啊影響到啲空氣入嚟啦，所以個匹馬喺嗰個運動嘅時候就會好大聲咁樣 roar， 即係喘啦。好啦，呢啲資料睇完之後，唔知大家嘅結論會唔會同我一樣，就係瑞勝人生咧，佢嘅喘鳴應該係輕微，即係第1級嘅啫。即係話佢後頭兩個肌肉係可以完全擴張嘅，只不過係慢啲或者係佢唔夠力，所以佢近3仗表現都 OK， 而且賽後報告冇話喘鳴。不過可惜咧，呢啲喘鳴症即係後偏癱咧，佢係唔會自己好翻嘅，反而咧有可能慢慢惡化，特別係譬如受啲刺激啊，或者係啲呼吸道感染咧，會 trigger 到佢變差。咁喘鳴嚴重嘅馬咧，就可以去做手術啦，康復期就8個禮拜，即係1個半月到。咁7成左右嘅賽區咧做咗手術係有改善嘅。咁瑞勝人生咧，其實喺舊年9月已經發現咗有呢個喘鳴嘅問題，但係都選擇咗冇去做呢個手術咧。手術恢復期都係1個半月啫嘛，都嚟得切備戰呢個4歲系列嘅。咁相信幕後都係覺得因為個症狀輕微就搏下就唔做。咁我哋就祝福瑞勝人生可以一切順利啦，健健康康。今集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